傷者就送到深源縣人民醫院救治。院方話，大部分都係吸入有毒氣體。目前我們的主要治療方案呢是採取吸氧、脫水、降濃壓、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療。中共總書記、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，強調要全力救治傷者，科學組織搜救，妥善做好善後處置工作，並且要查明事故原因，依法嚴肅追責。國務院總理李強作出批示，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員，救治傷者，做好善後工作，及時準確發布消息。副總理張國清已經趕赴現場，指導救援處理工作。國務院事故調查組就話，將會較真碰硬開展事故調查，依法依規嚴厲懲處。據報涉事煤礦所屬嘅公司大軒兩度因為安全問題被行政處罰，負責人目前已經被當局拘捕。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軒報道。